部落里面唱的感觉应该是这样，嘿呀耶哈哇哈呀，好了，先这样，那就回到部落的东西，克制一下，克制一下，空档。好，这不一样哦，刚刚那个有特别修饰过的，那就加了一点点音乐的该有的编曲。对，你们在部落里面听到版本可能不太一样，对。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很少唱部落的歌？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放到编曲里面，因为怕编曲之后整个歌的味道就会不一样。那其实我曾经也试着练习唱部落的歌谣在表演里面，那我觉得不太容易啦。那我唱一首歌啊给他听啊，我觉得这是一首部落的歌，叫都兰，自己也不知道它的歌名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的歌太多了，不好命名，他们都会很像，拉千禧之歌、拉千禧之名、拉千禧，他们都很像。这首歌是在男生跳勇士舞的时候，就是妇女或者是旁边的长辈们会唱的一首歌。男生在跳那个勇士舞很累很辛苦，在跳的那个人不会唱歌，是旁边的人在给他打气加油，就会唱这首。那要叫什么名字？因为很多人还是很喜欢那种歌名，就是《都兰勇士歌》好了，《都兰勇士之歌》，都兰勇士之歌2。所以不要再问歌名哈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给大家听听看。然后一样，加了一点点音乐的该有的编曲。